后来过来是行政院版本的1.25条的军购案，朝野协商已经同意，后礼拜5甲民众党甲行政院的版本交委员会审查。不过国民党刷落来嘛要提出着版本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讲，国民党要来主导军购案，院长杜英泰是回应讲，在野党来主导并无适合。 也摆下同齐画口号，国民党立宪党团伫咧行政院长杜英泰上台施政报告前先也摆下，国民党总调报军期说咧上台质询。我们不是反对军购，是反对缺乏有节制与监督的军购。韩院长、江副院长，没有国哪有家，没有国哪有党，国家安全不能等。 也不能再挡。就算拢有家己的立场，不过政院办的1.25条国防预算特别条例，一个开机就传来好消息，党团协商达成共识，政院办会伫咧后个月6号付费，民众党版本嘛爱做回审，和杜英泰伫咧施政报告时透露好消息。很高兴刚刚的协商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复委的曙光，希望大家能够尽速的让这个特别预算。 能够通过。不过政院版要过关，恐惊无简单。来看行政院提出版本是1.25条，民众党版本是4000亿，讲下当搁再添起嚟。国民党嘛主体版本，党主席郑丽文进前新春团拜受访时讲，希望由国民党主导。 军事采购沟通的方式我们不晓得，可是我们自己会有党版的这些条例，大概很快也会出来。主导国家国防、国家安全的，应该交由专业国防部以及军方还有行政院，我们会很缜密的提出国家的需求。 不宜由一个在野党说要来主导这样的事情。就含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嘛讲，在野讲无考虑政院版这种讲法无理性思考，落尾军购案结果相反，应该有真侪变数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